对姐，说到是的什么什么这你忘得个你，这你对，说的说这你说的说你来没的？你也是那说，你让说的也不都是个钱。那大有凶啊！俺让你不看谁你出门都在。我的喂，书记是哪？听你咋的了？如果我操不清不清故事的。操不起！哎，来，咱那没进廊上用你的下去。哎，点你的也不许的。你那错有不下？那我了。你也不没凶干是的呢？不叫多啊？俺这呀，我钱嘛嘞？哎，来，那对的。可是这家人路都应该是的。俺应该是家给老多么多的，就单单的嘛嘞。这都应该去。아니지. 지게 그 없으는 저 인간이다. 근데 스님 왜? 다시. 뭐 집에? 뭐시네? 라는 윤에 알아야 지게 로도 뭐더라 지게 과주와 또 봐 여산 당 말해니. 또 넘주 쓰가 세우지. 나 교를 뭐 뭐였어? 왜 지혜라서 지자. 야다. 뭐지 왜? 뒤에 된 거니가 잘하시면 왜? 어떻게 인다 정다지? 그래야. 쇼스나 come. Come. Goosena go. Go. Reesena yes. Marisena no. Beautiful. 과도 beautiful. 가르사. Beautiful나 치제게를 왜? 갈 소라니? 지부터 소래. 네. 나 저거덕이니. 빨라 왜? 따라한 속에 박세장 교체 자세장 교 세송아 가와시면 돼. 나 니한테 승매체. 아나? 니스나 저거덕이 있을 때 지게게 간절스 기억을 했어. 네, 치게게. 아대 도스 기억을 다. 아뭐 한국리. 하메 한국리. 거르사. 하메 한국리 쓰기도. 아니 밥에 한국리. 말이지. 아니. 치게게서 접대 매. 카드스야 당. 초도도스 뭐 냥. 저도 뼈 쳤는지. 랄랄랄랄랄. 아뭐 한국리. 그래. 가래. 초도 거라 되네 치게게 예수님들 해면도 왜? 라. 쌍듯이. 안 매운 거래. 그렇지. 네. 나서 매자스 없다더니 너스트야 그래. 싹 다 가지고 오는 거 아니야. 말이 녀석이 멋있어. 哇塞，人间境地最美灵芝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看看这景色，看看这环境，不愧是西藏的江南。我叫小丽，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的游客。这里的书记跟我说这里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特色美食藏餐馆，今天特地来尝一下。按照导航走的话，这就快到了呀。这不就到了吗？巴卓瓦藏餐馆，这名字起得可真有特色呢。有人吗？嗨，我是过来旅游的。旅游？书记请站走。对，书记说的那个。请，来，站住！呀，你先出去，快点，出去。去了，闭嘴。姐，你等一下，我安排一下，马上。大哥，姐，什么的，店里也不许的，查用过什么的。我等。他写懂的喂。哟。姐，他估计恭喜懂的么？恭喜。那个唱瀑布的。兄弟。我跟你打的。公布阿达过拉过小民都马松，夏木呀路公布阿达跟过下。yes。有么事？巴抓yes。怎么样？好听是好听，但是这歌是什么意思呀？意思。我用汉语来唱嘛，那。这。可以。他想听。公爸的头上不是没有帽子，帽子加下羊笼，公爸的帽子。
啊，左边，啊，右边，啊，八爪呀塞！来，欢迎来到我们八爪藏山馆扎西的嘞，请进，来，请，哇，都在有，装修的好华丽啊！哎，我自己装的嘛。啊，对了，请问两位怎么称呼呢？那个我叫党啊，他叫你妈。什么？你妈？你妈不是骂人的话吗？No， 你妈妈，他嘛，岛啊嘛，我嘛，名字嘛，名字哦，那个他可是让你们进来岛去，干点事情。啊，他这说给你们咋光当导师把谁给我这读书的时候，对吧？我说啊，他说，他你妈妈这早上从那边出来了吗？对，那里他过来了吗？哪？过来了吗？过来了吗？下去了吗？下去了。我打完嘛？我晚上出来了吗？对，那里晚上。我过来了吗？来了，过来了吗？来了吗？啊，下去了吗？又下去了。他你妈妈白天有吗？我打完嘛？晚上有吗？天上有吗？我知道了，太阳和月亮。对，太阳和月亮。你们的导员两个姐弟打下来。太阳姐姐，月亮哥哥。对，你这样说嘛。坐下来。对，你坐嘛，你喝着，他就会提下去。哎呀，先这个多多的喝一下啊。好嘞。月亮哥，这里有什么旅游景点吗？旅游景点都有。来，我跟你说说，来，你看嘛，卡丁沟，那个水哗，山上下来嘛，山上，对，那个水，他妹妹，哗啦，那就下来了。说的是瀑布吗？瀑布，就是瀑布。来，还有这里，来，这个是大白树，千年大白树。哇，千年的。对，那个身材好得很，那个好得很，树里面的老大。来，还有这个错母吉人，哇，壮观得很，真的好漂亮啊！月亮哥，书记还跟我说这里有好吃的特色美食，有，可以让我尝一下吗？肯定嘛，这个咱们这个东西看那就是有钱。他这是个什么？那个他去准备了吗？你坐一会儿，我马上来。月亮哥，先等一下。咋了？你可以给我教几句公布方言吗？公布方言，我教嘛。这对吧？公布话有很多吧，懂了吧，哈过着吧，撒了吧，懂了吧，八爪啊。公布话有很多行肯定累，行看出来，行的明了，脚嘛。公布话有很多啊，阿婆阿婆阿妈阿大阿姐阿卡卡阿擦擦阿母阿牛阿爸哎呀，月亮哥，这个太难了，你可以给我教个简单点的吗？这个是报菜名吧？菜名到了吗？上菜了。菜来了。那不是菜名，那我只是那个我们公布方言的一个口诀而已。你学会了这个，按公布方言很简单就学会了。好好吃饭嘛。我给你介绍我们公布的特色美食啊。好嘞。这个是藏香猪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呀。对，我可以先拍个照吗？你啥你照嘛？对。来，这样我一起照嘛。好嘞。来。快去的，每次才把这个上的，哪把这个上嘛的，天上了。好是，激动，他那个哟，宣传这个带。来，你坐。来。大哥，这个肉有什么特点吗？这个有嘛？这个猪，他没有之前嘛？他天天山上跑嘛，跑来跑去嘛，所以他有时候能吃得着冬虫夏草。对。喝的是矿泉水。你看这个肉质好，肥肉少，好吃，有营养。来，还有这里，阿拉，阿拉是什么？阿拉讲一个，冰子。
我是饼子，饼子，荞麦做的饼子。荞麦做的啊你。不要小看这个东西，嗯，这个东西能降血压，是的能抗糖尿病，哇，美容人打线麻线。对嘛？哦来来来，还有这里，这个是我们这边最有特色的人，来，50啤酒。什么？乌苏啤酒？这是啤酒吗？呀，啤酒？当然那是给我家们，我这50啤酒里面，啤酒啥子意思？那当然三下吧呀，我晓得。有，这不是啤酒，那这个是蘸酱。蘸酱。哦，五十啤酒是我们公婆的方言嘛？对，这个是酸奶做的。你这个蘸这里面吃嘛？那坐下来吃，坐下来。对，坐下，你坐啊。你好好吃，你吃饱了以后，我们去射箭。对，好嘞，相见场有好多帅哥。真的吗？晚上到了嘛，我们去跳舞嘛。对，哒哒哒，扎拉西吉哥么，下巴里吉伦布伊斯诺拉耶走啊！小车心多那么难过。如果我们带那古典，书记两小学生，有学生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的书记说我们两个现在过去那个相见场，那里有那个旅游多多来了，给他们接待去一次。来去吧，说热闹的很。